大家好，睇到呢個告示牌咧，就唔係話告示俾你聽，我係做緊乜嘢？咁啊，而家佢近況咧，其實係拍緊法證先鋒啦。記住係法證先鋒，唔係司徒法證啊。咁嚟緊咧，睇下有冇時間5月中會去橫店度拍一個單元啦，廿零日到啦。跟住再翻嚟香港再拍一部時裝啦。咁之後就睇下會唔會再有機會再翻大陸再拍啦。咁自己其實即係不停都有開緊工啊，拍緊劇啊。咁嚟緊應該電視就4月10幾號就會播《點解阿 Sir 係阿 Sir》啦。咁希望大家都留意呢部電視劇啦。其實而家日日都開緊工，都好眼瞓嘅。雖然我戴黑超除一除唔同係希望再有機會即係或者係 gathering 啊，或者係生日 party 會見到大家啦。新嘅一年祝大家永遠開心，繼續支持唔出氣。Thank you。